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香港的影帝黄秋生，近年来到咱台湾来发展着演艺事业，搁来主持着外景的节目。日前，伊搁来摕着中央主管机关核发的就业金卡，效期是3年，来台湾做工课次数无受到限制，搁会当来享用健保，而且唔免来纳这个所得税。黄秋生嘛顺利来接到第2季美食的节目，甲另外2个艺人共同主持，来介绍着台湾的美食。影帝黄秋生、庄凯勋、蔡凡熙3个人行休闲风参加实景节目记者会。黄秋生笑甲真欢喜，因为伊成功得到外国特定专业人才资格的就业金卡。我就好像比较容易，其他人就很难说。为什么？我拿过金像奖。申请就业金卡必须是着事成就的外籍专业人才，会使有健保、减免所得税等等的福利。黄秋生因为演艺事业的成就，2个月就得到就业金卡，3年来会使出入台湾。不过是安怎会选择台湾？我英语讲得不好。其他原因我不知道国语比英语好。除了有介意美食的黄秋生，搁找实地庄凯勋，佮阿姊是总铺师的蔡凡熙做伙主持，会使和影帝合作，和庄凯勋、蔡凡熙拢真兴奋。我们前2天见面的时候聊得非常好，制作的菜，然后轩哥是说还不错吧？能吃，能吃的不简单了。做了一个客家小炒，你的那个叫什么？客家小炒，然后跟他的那个肉末炒鱼香茄子，小女孩就交给我吧。我负责男生。3个人做伙主持实景节目，希望会使找到更较侪台湾在地文化，深入在地讲故事，让观众看到台湾的水。